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係咧，特朗普嘅對等關稅政策啦，同埋銅礦嘅市場嘅。咁特朗普就喺俗稱解放日嘅時候咧，就宣布對等關稅嘅政策啦，就震撼咗呢個全球嘅市場嘅。咁基本上咧，就對所有嘅國家咧，就徵收10%嘅關稅啦。咁仲對一啲嘅貿易逆差嘅國家咧，就加徵額外嘅稅率嘅。咁一啲較高嘅稅率嘅例子咧，就例如中國啦同埋越南嘅。咁分別咧就面臨34%同埋46%嘅高額關稅嘅。咁呢啲嘅措施咧就明顯係想將呢個製造業咧打翻去美國啦。咁市場嘅反應咧其實都好明顯嘅喎。美股嘅三大指數咧其實喺措施公佈咗嘅頭幾日咧，即係有一個明顯嘅跌幅嘅喎。咁我哋認為咧呢一次嘅關稅咧，如果冇辦法喺短時間內完成談判嘅話咧，可能咧會為美國咧就帶來長達1年以上嘅通脹影響嘅喎。而今次值得留意嘅係咧，目前銅產品咧就並未納入呢個對等關稅嘅措施入邊嘅。咁雖然啦，特朗普喺2月底嘅時候咧，就曾經要求商務部針對銅礦咧進行一啲嘅調查嘅。咁甚至咧曾經係喺國會議案入邊咧提到咧，可能會對進口銅咧就徵收25%嘅關稅嘅。但係暫時嚟講咧，其實銅咧就並未包括喺呢一波嘅關稅措施入邊嘅。但係市場咧其實對銅關稅嘅預期咧就已經係部分影響咗喺銅價上邊㗎啦。我哋睇到咧紐約銅期貨價格同埋倫敦銅價咧，其實已經出現咗日價擴大嘅情況啦，就反映咗咧市場對未來政策嘅擔憂嘅。咁從長遠嚟睇咧，其實全球嗰個銅礦市場將會喺2025年咧就轉為供不應求嘅喎，缺口咧就大概23萬噸啦，到2030年咧呢一個缺口咧就有機會擴大至343萬噸嘅。咁特別值得留意嘅係啦，其實就從2024年初咧，煉廠收取加工費咧，其實就快速下降嘅喎。咁到咗2025年嘅2月份啦，甚至出現咗呢個負值情況嘅。咁就即係咧，冶煉廠咧就為咗取得呢個銅礦石精煉啊，已經開始向一啲嘅礦商咧就支付求料嘅。咁呢個現象咧，其實反映咗咧銅礦嗰個供應緊張嘅情況。咁喺特朗普對等關稅政策嘅大環境之下咧，咁銅礦嘅行業嘅前景其實都值得我哋嘅關注嘅。咁短期之內咧，關稅個政策不確定性咧，亦都可能會對銅價咧帶來一啲嘅波動啦。但其實長遠嚟講咧，喺 AI 啦同埋電動車發展嘅帶動底下咧，銅礦嗰個需求咧係會持續增加嘅。咁供需嘅缺口咧依然會繼續擴大啦。咁總體嚟講咧，雖然咧特朗普對等關稅目前咧就未包括銅礦啊，但係市場對於銅礦嘅關稅個問題咧都有一啲嘅擔憂喺度喎。咁投資者其實就需要密切關注呢個商務部嘅調查嘅進展啦，同埋未來嘅政策走向嘅。咁同時咧亦都要考慮翻咧全球個銅礦供需失衡嘅長期趨勢咧，就謹慎部署咧相關嘅投資策略嘅。咁今個星期咧就先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